我知道香港有7個魚類批發市場，咁同香港漁業又有咩關係啊？根據香港法例，所有喺香港銷售嘅鮮海魚，必須喺魚類統營處轄下嘅魚類批發市場卸在陸上同埋批發出售。部分魚類批發市場亦都設有魚類產品加工中心同埋冷庫設施。現時捕撈漁民除咗喺香港銷售漁獲，唔少港澳流動漁船亦都會同時喺內地透過收漁船或者喺漁港銷售漁獲。根據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特區政府將活化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同埋提升其他批發市場嘅功能，改善及增加配套設施，協助同埋推動漁民發展休閒、銷售等服務性第三產業。